人力資源唔應該只係文書工作，佢應該係以人為本。但係往往大量嘅行政工作令到你同員工脫節。Jellyfish 旨在改變呢一點。呢個係一個全方位嘅人力資源平台，將人放返人力資源中，透過從入職到之後嘅無縫員工管理，強化你嘅團隊，並簡化你嘅工作流程，全部都可以喺你嘅電腦桌面或者手機上面輕鬆完成。一切都從你嘅員工開始。我哋嘅員工資訊管理模組為每位員工建立全面嘅數碼檔案，仔細記錄所有細節、資歷、工作經驗、教育背景、技能等等。所有員工資訊都以安全而且保密嘅方式儲存。透過動態組織圖，你可以視覺化呈現匯報關係，即時更新組織結構，並幫助新員工順利又快速咁融入公司文化。公司架構一目了然。招聘唔應該係件苦差。Jellyfish 助你幾分鐘內發布職位空缺，俾應徵者線上申請，跟住交俾我哋嘅系統去處理。AI 有智慧地掃描履歷，根據職位要求作分析，並評估候選人係咪適合，並協助揀選最佳應徵者，從而節省人力資源部每筆招聘嘅時間。篩選履歷、安排面試、發送錄取通知、準備合約，將候選人資料轉換到員工資料庫，一切都喺順暢嘅工作流程中完成。告別繁瑣嘅郵件請假流程。而家你嘅員工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申請休假，仲可以即時查閱剩餘年假，出勤管理又方便又安全。使用 WiFi 網路名稱、IP 位置或者全球定位系統輕鬆打卡，杜絕不實報導。管理層可以取得即時值勤報告，進一步簡化工資計算流程。仲喺度為排更煩惱咩？我哋嘅排更模組俾你輕鬆拖放，並將團隊成員分配到唔同更次，然後自動同步到工時表。員工可以一目了然地查看更表，立即掌握自己嘅排更情況。更正嘅係，管理層可以更有效咁分配資源。我哋強大嘅績效考核模組、內建性任力模型，助你掌握職位成功嘅關鍵技能與行為，並設計自訂考核表單。員工自我評估，主管提供回饋，係全面實施360度評估，收集各方回饋，系統自動計算分數，產出精闢報告，推動績效，識別人才，打造高效團隊。工資管理由你做主，支援月薪、周薪或者時薪，仲可以自定津貼、獎金同扣款。針對每個職位定義工資嘅方案，一個掣可以製作好糧單，出勤同埋請假無縫整合，確保100%準確性。此外，香港企業可以輕鬆匯出產生 IR56B 表格，簡化報稅流程。除咗以上功能之外，透過入職與離職模組嘅自定工作清單，一步一步完成工序，確保唔會遺漏任何事項。仲有申訴模組可以幫助公司合規地記錄、追蹤同埋解決一切勞資事件、保險理賠，以至其他員工問題。報銷模組允許員工提交公司一般開支或者係出差報銷單據，喺應用程式內完成所有批核流程，從而減低人力資源部同事嘅工作量。Jellyfish 人力資源系統配合我哋嘅 Peachtree 手機應用程式，助你重整公司，強化你嘅團隊並簡化你嘅工作流程，員工工作得開心，自然效率倍升。即刻聯絡我哋，了解 Jellyfish 點樣優化你嘅企業服務，俾我哋再次俾人力資源充滿人情味。